分鐘之後，紐卡素幾下短傳又再殺入曼聯禁區，費迪南近距離勁射，被舒米高飛身撲出。眼鏡再睇多次呢個不可思議嘅撲救，真係要俾我再講多兩句啊！呢球嘅撲救難度，除咗要跟實對方移動、精準封位之外，仲要有超快嘅反射神經，隻手先可以伸得切擋得走個波。呢位丹麥門神開場5分鐘內已經連續交出好戲，用一己之力繼續為紅魔鬼保持住清白之身。歡迎翻嚟 LF90，我係 Out 波叔。如果問大家歷代邊位門將表現最出色嘅話，近年先睇波嘅新球迷應該會答係古圖爾斯或者當拿龍馬等等嘅新世代鋼門。而千禧年代初就開始睇波嘅球迷，相信保方、紐亞、卡斯拿斯呢3個名應該都唔會陌生啦。咁如果將年代再推前啲，去翻90年代嘅話，唔知道今集主角丹麥同埋紅魔鬼曼聯永遠嘅門神舒米高，又會唔會喺你哋嘅心水名單入面呢？如果你未聽過呢個名，想認識下呢位傳奇，同大家一齊回味翻佢獨有嘅星形撲救。咁今日呢場1995-96年賽季由紐卡素對決曼聯嘅榜首大戰，你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時間翻去30年前，同今時今日浮浮沉沉嘅表現唔同。1995-96賽季或者係紐卡素隊史最接近英超冠軍嘅一季。呢支創會超過100年歷史嘅老牌球隊，雖然喺90年代初仲踢緊甲組聯賽，即係依家嘅英冠前身，但係自從英格蘭傳奇領隊奇雲基緊喺92年上任執教之後，佢哋只係用咗1季時間就成功升上英超，而且經過多3年努力之後，佢哋嚟到今集背景嘅95-96賽季，竟然仲一躍做埋爭冠分子。當季坐擁比斯利、真路拿同埋前鋒費電南等名將嘅佢哋，踢出咗兼具實力同埋觀賞性嘅亮麗足球。去到1月份嘅時候，紐卡素唔止身處榜首，仲竟然拋開排喺第2名嘅曼聯12分之多。當時喜鵲軍團睇起嚟勢不可擋，冠軍似乎就要落到去佢哋手上。但係唔知道係咪承受唔到呢種從未嘗試過嘅壓力，由2月份開始，佢哋就接連失分，表現突然急速滑落。而呢個時候，今集另一位主角嘅曼聯亦都把握機會，開始將比分差距逐步收窄。作為90年代英超王者嘅代表，紅魔鬼曼聯由於喺95-96賽季季前賣走咗恩斯、簡察斯基同埋曉士等等嘅主力球星，所以陷入調整期嘅佢哋喺季初交出嚟嘅成績，實在稱唔上一支班霸應有嘅表現。好在當時陣中仲有門神舒米高，繼續為球隊把守最後一關，多次拯救曼聯，為球隊保住咗唔少積分。而時任傳奇領隊費格遜鋌而走險，棄用大牌球員，改為重用7小福青訓班底嘅策略，去到賽季中段，終於都開始收到成效。再加上法國傳奇簡東拿完成停賽復出，曼聯嘅進攻火力係重新得到保證之後，下半季表現脫胎換骨，去到2月份已經將同榜首紐卡素嘅分差收窄到只有4分。嚟到聯賽第29輪，即係今集嘅時間線，兩隊終於要喺紐卡素嘅聖詹士球場上演決定性嘅榜首大戰。到底紐卡素會贏波穩定軍心，定係俾曼聯繼續從後趕上呢？我哋即刻返現場睇睇。陣容方面，主場嘅紐卡素由領隊奇雲基緊排出4-4-2陣式，門將係斯力舍，4個後防由左至右分別係比斯福特、艾拔、科維同埋巴頓。中場方面有李羅伯拍檔帕提踢雙防中，而左右兩翼分別係真路拿同埋隊長比斯利。最後前場雙箭頭仲有冬季轉會窗新加盟嘅艾斯派拿同埋陣中首席射手費電南。至於作客嘅曼聯呢邊，時任領隊費格遜同樣採用當年最常見嘅4-4-2陣式，門將係鋼門舒米高，一隊中堅由隊長布魯士火拍加利利維利出任，而左右兩閘分別係艾雲同埋菲列利維利。中場方面有堅尼同不特拍檔踢雙防中，而左右兩翼分別係傑斯同埋沙柏。最後前場雙箭頭，除咗有倒戈嘅安迪高爾之外，當然唔少得奧脱福大帝簡東啦。事關冠軍誰屬嘅榜首大戰，由黑白間條嘅紐卡素首先開波，比賽正式開始。中圈開波只係過咗3分鐘，紐卡素話咁快就出現一個半單刀機會，不過舒米高封位做得好，而且出應夠晒果斷，直接將費電南嘅射門一抱入懷。2分鐘之後，紐卡素幾下短傳又再殺入曼聯禁區，費電南近距離勁射，被舒米高飛身撲出。眼鏡再睇多次呢個不可思議嘅撲救，真係要俾我再講多兩句啊！呢球嘅撲救難度，除咗要跟實對方移動、精準封位之外，仲要有超快嘅反射神經，隻手先可以伸得切擋得走個波。呢位丹麥門神開場5分鐘內已經連續交出好戲，用一己之力繼續為紅魔鬼保持住清白之身。俾人連續射咗2腳嘅曼聯，隨後繼續受壓，被紐卡素撳住嚟攻。相信舒米高今日應該有排都唔得閒啦。
第9分鐘，比士利喺禁區邊度攞到波，見冇人埋身，直接起腳射門，不過角度麻麻地，結果被舒米高奮身接實。雖然又過一關，不過鏡頭影到舒米高已經忍唔住要鬧爆班後防。當年睇慣咗佢喺球場上嘅咆哮畫面，估唔到依家睇翻又係另一種經典啊！第21分鐘，不特從後侵犯艾斯派拿，除咗收咗面黃牌之外，亦都喺個危險位置送上罰球。當年球壇有唔少後衛都係射得之人，而今次主射嘅艾拔就係其中一位啦。呢球靚到舒米高都要舉手投降噶啦，但係佢仲有門尼呢個最佳好友幫手，曼聯又一次驚險避過一劫。直到上半場過咗一半之後，曼聯呢邊終於揾到開場至今嘅第一腳射門，不過效果似乎就麻麻地啦。第41分鐘，費迪南同艾斯派拿默契配合，後者雖然順利起腳，但今場想過到舒米高嘅十指關，相信射門嘅角度同埋力度都要再做好啲先得啦。補時階段，曼聯出現入球機會，傑斯接應回傳後直接撞射，但係射中艾拔出界，結果都係無功而還。而呢個攻勢已經係曼聯上半場最有威脅嘅埋門。冇幾耐，球證吹完咗上半場嘅賽事，雖然形勢一面倒，但雙方暫時都係打和0-0。睇嚟勝負都要留待換邊之後先至再有分曉啦。喺繼續睇下半場之前，希望可以先俾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如果想睇埋新片預告同更多足球資訊嘅，就記得 follow 埋 LF90嘅 IG 啦。下半場出返嚟，曼聯嘅精神面貌似乎有所改善，一開波就積極搶攻，發動攻勢。安迪高爾嘅飛身射門，差啲就可以幫助曼聯先開紀錄。2分鐘之後，曼聯繼續搶攻，高爾靈活避開兩人防守後，再分俾菲列利維利，後者睇定傳中，交俾簡東拿一射破網，1-0。曼聯率先入球，打破僵局。睇見簡東拿同埋隊友嘅慶祝表情，你就知道呢個入球係有幾咁緊要。呢位法國傳奇自從結束咗8個月嘅停賽歸隊之後，已經多次為曼聯取得關鍵入球，喺度可以大膽咁講，當季曼聯嚟到呢一刻仲有爭冠機會，都係因為有佢坐鎮穩定軍心。到底曼聯可唔可以將呢個領先優勢維持到尾呢？我哋繼續睇埋落去。意外落後嘅紐卡素重新開波之後，隨即加強進攻，但係全軍壓上嘅同時，亦都俾咗更多機會曼聯打反擊。不特喺禁區內一控一射，就算越尾高出差咗少少，但淨係姿勢分都夠晒精彩啊！第65分鐘，曼聯再次發動高速反擊，菲列利維利接應妙傳，窄角度勁射他 Q。呢球睇翻其實仲有更多好嘅選擇，好在頭先佢交咗球精彩助攻咋，如果唔係現場肯定會俾費格遜開吹風機啊！第74分鐘，靜咗一輪嘅紐卡素終於再有攻勢，費迪南嘅頭槌雖然力度唔錯，但係頂得太過正宗，結果被企位一流嘅舒米高輕鬆化解。第82分鐘，舒米高大腳長傳，高爾喺對方後場接應，直接窩利，可惜塔 Q 射咗出界。如果呢球入咗嘅話，相信一定會喺曼聯嘅經典精華入面見到呢個入球無數次啊！進入比賽尾段，紐卡素最後一擊製造驚險畫面，舒米高喺對方球員補射之前反應神速，快一步飛身將個波完美接殺。面對今日上晒身嘅舒米高，主場嘅球員同埋球迷都已經變得面無表情啦。最終經過90分鐘嘅激戰，曼聯憑住簡東拿一戰定江山，作客以1-0擊敗榜首嘅紐卡素，將積分差距收窄至只差1分。兩隊嘅後續發展係點？我哋轉個頭再講。今場榜首大戰分出勝負之後，雖然紐卡素仲排喺榜首，但賽後已經有博彩公司將曼聯調整為奪冠最大熱門，而佢哋嘅眼光果然冇錯。紐卡素隨後兵敗如山倒，被士氣如虹嘅曼聯一鼓作氣成功反超，最終曼聯以82分嘅成績順利奪得4年內嘅第3座英超冠軍。由此可見，今日呢場榜首大戰實際意義絕對遠超3分積分。試諗下，如果上半場紐卡素入到1球嘅話，曼聯就不得不壓上進攻。而當時牌面攻擊力更強嘅紐卡素喺主場氣勢相助之下，好大機會就可以贏到呢場關鍵一戰，然後將歷史完全改寫。有人話95-96賽季曼聯嘅英超冠軍就係由舒米高喺今場波度親手帶返奧脱福。呢位擁有高大身材、出色嘅位置感同埋一流反應能力嘅江門，你哋估唔估到佢喺24歲之前都只係喺丹麥嘅小城市度做緊清潔工人呢？1963年出世嘅舒米高，職業生涯早期一直默默無名，直到91年喺28歲嘅時候，俾曼聯用50萬鎊由家鄉丹麥簽入之後，從此人生先至出現180度嘅改變。初嚟帶球會報到，第一次接受訪問嘅時候，有記者問佢如果冇加入曼聯嘅話，會留喺丹麥點過呢？
當時初次面對英國媒體，冇任何戒心嘅舒米高，好真實咁回答記者話：完成訓練之後，應該會揾份送牛奶嘅兼職做啦。結果聽到呢個答案嘅記者，就喺第一篇關於舒米高嘅報道入面，語帶嘲諷咁幫佢改咗個花名做送奶工人啦。只不過喺舒米高登陸英超半季之後，呢個花名就再冇人會用啦，因為佢嘅表現絕對配得上一個更好嘅稱呼。加盟曼聯首季就擔任長期正選，然後協助球隊連奪3屆英超冠軍。當時所有丹麥球迷都非常慶幸自己國家誕生出一位神級門將，而且呢位門神仲喺92年嘅歐國盃帶領國家歷史性捧走第一個國際大賽冠軍。398場嘅上陣紀錄，13個英格蘭本土冠軍，1個歐聯冠軍，同埋99年嘅3冠王成就，都係舒米高效力曼聯嘅8年時光入面留低嘅傳奇足跡。雖然冇留喺奧脫福掛靴退役，後來仲短暫加盟過曼聯死對頭嘅曼城，被當時部分球迷怒斥佢做叛徒。但係咁多年過去啦，相信當年嬲過舒米高嘅曼迷，依家諗翻起對呢位門神嘅回憶，應該都只係得翻佢無數次拯救曼聯嘅畫面啦。最後回應翻今集主題，歷代最出色門將嘅問題，唔知道舒米高係咪你哋嘅答案呢？今集嚟到呢度就吹雞完場啦，歡迎留言分享你哋嘅回憶同埋睇法。我係阿波叔，我哋下集再見。